打橫伸出兩隻手。係咁咧，然之後咧我就唔係企定啲，企定啲，好企定啲。咁放鬆嘅，唔放鬆嘅，整實嘅，整實嘅，唔好俾我撳跌啊！好 OK。好，係咪跌啦？好啦，又準備嗱，而家咧傑傑咧伸出兩隻手打橫嘅，好似十字架咁。咁我其中嘅一邊手咧向下撳，一撳佢跌啦，係咪？你企定啲，唔好跌，唔好跌。等先，俾住 hold 住，好住，都係跌，好多次，再一次，好認真啲，都係跌，係咪？係。好，你手揸住呢個 rubber band 啊，呢個啊，聽住。好 OK，呢 rubber band 揸住手，左手。係啊，呢個磁力 rubber band 喺外國買成幾百蚊㗎。係啊。嚇幾百蚊500-600蚊都有㗎。外國錢真係易賺啊！揸住啊，真係揸住。好嗱，揸住咯喎，準備嗱 hold 住啊，1、2、3，係咪啊？係啊，1、2、3，係唔跌啦？咦係喎，好喐，1、2、3，係咪啊？係啊，1、2、3，係嘛？係啊，band 我，好啊，伸隻手，好啊， 1、2，好食指1、2、3，咦係喎，咦咁奇怪嘅？呢一個咧就係一做咗之後咧，所有人都得。好，另一個，另一個你就咁企喺度，好垂直兩隻手。而家咧隻手兜住，咁兜住下邊之後咧，我哋又撳兩隻手。好。頭先係十字啦，今次兩隻手咧擺左右兩邊。嗱，因為我聚呢邊，你唔好跌咯喎，hold 住1、2、3，好唔好跌啦啊！盡量 hold 住，唔得啊！再嚟1、2、3，得唔得係咪？係。好，你都個神奇 rubber band 揸住喺嗰隻手度，準備1、2、3，係咪唔跌啊？嚟啊！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係咪唔跌啊？俾翻我。好。 hold 住喎， hold 住唔好搞喎，1、2、3，係嘛？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神奇嘅效果啊？呢個犀利咧！